Hello，各位爹哋媽咪，如果你同我一樣中意透過學習突破自己，記得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我哋一齊學習育兒、理財、情緒管理同埋個人成長，成為更好嘅父母。歡迎收聽爸媽成長型 Podcast， 我係莎莎。相信各位爹哋媽咪都曾經睇過或者聽過好多育兒嘅技巧分享，但會唔會有時覺得落地執行嗰陣好困難？好似聽咗好多，但係又冇帶嚟啲咩實質嘅改變。生活好忙，但忙完之後好似冇為長遠帶嚟啲咩改變，冇令生活更加富有。見到人哋成功，表面上可能會恭喜，但實質心裏邊好難過，總係唔明白點解人哋做到我做唔到。咁好大機會，你以前睇過嘅就好似武林秘笈入邊嘅招式咁，卻缺乏咗內功心法。今集要同大家分享呢一本世界知名嘅好書，叫做《與成功有約：高效能人士嘅7個習慣》，英文原著係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作者係 Stephen Covey。我今集分享嘅係最新版，多咗佢個仔 Sean Covey 嘅分享。呢一本書帶俾我最大嘅啟發係思維嘅改變，所以呢，我唔會一嚟就同大家分享高效能人士個7個習慣。坦白講，成功人士嘅7個習慣，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所有高效能嘅人、成功嘅人，佢哋都係積極主動，好有目標為本，識得好安排時間，不斷嘅學習，呢一啲我哋都耳熟能詳。所以我集中想同大家分享呢一本書頭嗰1/4呢，佢就講話要成功就要先修煉內在嘅自己，由內而外改造自己，而思維嘅改變往往比實務同技巧上面嘅改變重要。先分享一下作者嘅背景，作者佢係一個企業嘅顧問、婚姻嘅顧問、大學嘅教授，佢有哈佛大學企業管理嘅碩士、BYU 嘅博士。作者被時事雜誌稱為人類潛能嘅導師，亦都封佢做全美國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嘅頭25個。佢並係9個小朋友嘅爸爸，亦都有51個孫。佢簡直係人生勝利組家、時間管理大師。佢畢生向大眾證明每一個人都能夠掌握自己嘅命運。佢仲有好多其他出名嘅著作，好似7個習慣教出優秀嘅孩子、第8個習慣。作者喺研究成功論呢方面，足足睇咗200年人類嘅文獻，關於個人提升同埋成功。佢發現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嘅著作，通常社會都係吹捧個人魅力為主，成功取決於個人嘅性格、社會嘅形象、社交嘅技巧、推廣促成技巧、正向思維等等。佢覺得呢一啲都係治標唔治本，好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反觀150年前嘅著作，比較着重品德，內容歷久不衰。佢相信人要有真正嘅成功同恆久嘅快樂，一定要修煉自己嘅品德，好似聖經所描述聖靈嘅果子咁。作者分享個人魅力論對人嘅成功同成長有一定程度嘅重要，但係都係次要。技巧好比短暫記憶法，就算幫你喺考試嘅時候取得好成績，但事實上你並冇精通任何事，建立智慧、心智成長，根基唔好，你嘅成功唔會經得起考驗。成本書最重要嘅一點，作者話思維嘅改變比實務同埋技巧重要。佢舉咗一個真人真事嘅個人經歷，就係佢喺 New York 搭地鐵嗰陣，遇到一個爹哋帶住幾個小朋友入地鐵，嗰幾個小朋友非常之嘈，仲搶乘客嘅報紙。車廂入邊所有乘客嘅目光都喺度關注呢個爸爸點解唔管自己嘅小朋友。卒之作者走咗過去，盡量保持禮貌咁樣提醒爸爸，請佢管束下自己嘅小朋友。呢個爸爸回答作者：唔好意思，我老婆1個鐘頭前過咗身，我而家六神無主，我諗我啲小朋友都唔知道點做。作者問讀者：你能夠想象佢當時聽到嘅感覺嗎？佢1秒之間思維就改變，怒氣全消，反而產生憐憫之情，問呢位爸爸：我有乜嘢可以為你做？對於所有嘅乘客嚟講，呢啲小朋友嘅嘈雜聲已經冇騷擾性。佢形容呢一種改變只係1秒之間，但你諗下，我哋要學習個人魅力技巧，可能花幾年甚至幾十年，可能先得嗰一點點嘅進展，都唔及得思維改變嘅力量大。所以如果我哋想取得大幅度嘅改變，就要從思維呢個基礎裏邊下功夫。作者講呢個例子呢，正正吻合呢我最近教會個牧師，一個美國
白人嘅老牧師同我分享佢啱啱結婚嘅時候，婚姻輔導點樣改變咗佢嘅婚姻。佢就話佢啱啱結婚嗰陣呢，同老婆成日都有衝突啦，而佢哋一有衝突嘅時候呢，就會冷戰。佢好驚呢太太嗰種唔出聲嘅狀態，覺得好嬲啊佢。咁但係婚姻輔導呢，同佢講，你覺得佢唔出聲嗰陣，好似係一個唔出聲咆哮緊嘅一隻老虎，係咪？所以你好驚唔敢 approach 佢。但係事實上呢，你太太每一次同你鬧交嘅時候，佢係一個好驚嘅小女孩，佢好驚失去呢段關係，好驚失去你嘅愛。牧師形容佢當時呢個人叮咗一聲，我話吓，原來我太太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咁之後其實婚姻輔導都冇教佢啲咩技巧，每次太太再有呢個狀況嘅時候，佢就夠膽去氹佢，關心佢，咁佢婚姻就得到改變，都唔需要學習好多嘅技巧。第二個作者好重要嘅信息呢，就係話思維等於我哋點樣睇外界嘅觀點。作者分享咗一個佢大學時期令佢畢生難忘嘅一個心智情感測驗。咁佢大學嘅教授呢，就分咗兩批同學，10個人一組。咁第一組呢，就先俾佢哋睇一張卡呢，係用一啲線條畫出嚟，有少少抽象，但係你睇得出係一個少女咁樣嘅一個人形嘅樣啦。咁第二組呢，亦都係一個抽象線條畫出嚟，但係一個老婦女嘅樣。然之後佢將呢兩個線條呢 combine 做一張相，擺喺個熒光幕嗰度，跟住就問呢一兩組嘅學生：你哋睇到啲乜嘢啊？咁曾經睇過少女影像嗰個就話呢一張圖係描述一個少女，睇過老人家嗰一張相就話呢一個係一個老人家嘅抽象圖，佢哋都爭持不下。咁呢個實驗反映咗啲乜嘢呢？就係唔同人對同一件事可以有唔同嘅睇法，並且都能夠成立。呢個唔關乎邏輯，係關乎心理因素導致。僅僅係10秒就能夠產生一個咁大嘅思維限制。何況係人嘅一生呢？我哋人係嚟自唔同嘅原生家庭、學校、社會、工作，唔同嘅經歷會建立我哋好多思維上面嘅限制，用主觀嘅角度去睇事情。每當我哋形容眼前面嘅事物，其實我哋係形容緊自己，我哋嘅感知，我哋嘅思維。佢呢個嘅 message 呢，同我個幾月前喺靈修裏邊嘅得着好似。大概個幾月前呢，我個頻道就開始多人觀看啦。咁我收到好多嘅 message，有好嘅，亦都有唔好嘅。咁我都擔心自己呢承唔承受得住一啲負面嘅 comment 啦。咁我就為呢件事去祈禱啊，去靈修啊，讓神呢去幫助我有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咁當時呢，我喺聖靈裏邊呢有一個領袖，就係佢同我講，每一個人留言嘅時候呢，其實唔係淨係反映咗呢佢哋點樣睇我呢一個 podcast。每一個人喺網上面留言，每一個文字其實亦都反映咗留言嗰個人佢嘅價值觀、品格同埋修為。作者想帶出呢，每一個人嘅起點啊，點樣建立自己嘅形象同埋價值觀，點樣睇自己，一開始都係 from 人哋把口嘅。但係任何人對你嘅任何意見都局限於嗰個人嘅思維上面嘅限制，並唔準確嘅。所以作者提出，人嘅成長或者變得成熟係有3個階段，係每一個人都應該要認知，好比一個思維嘅地圖，去稱呢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依賴期，第二個階段為獨立期，第3個階段就係互賴期，即係互相依賴嘅意思。我以一段婚姻嚟做比喻，好似拍拖嘅初期，男同埋女都會互相好依賴對方嘅情感。呢段關係好嘅時候，大家咪開心咯；呢段關係唔好嘅時候，大家就跌落谷底咁樣啦。好似有人講過，我本來呢諗住呢段關係會為我遮風擋雨，點知帶俾我無盡嘅風雨。咁呢一個就係依賴期嘅階段啦。你嘅價值同埋喜樂完全 rely on 呢一段關係。咁成長去到獨立期係點呢？就好似上一集豆苗媽分享，就係每一個人嘅喜樂唔能夠建基喺另外一個人度。我哋嘅情緒同埋我哋嘅喜樂係要建立喺自己嗰度，要自己修行自己嘅情緒，自己嘅價值由自己去定義。但係諗翻一步，我就會喺度諗，咁我既然咁獨立可以處理到自己嘅情緒啦，自己嘅情感嘅價值嘅時候，我點解仲需要另一半啊？咁作者就帶出啦，因為每一個人發展得再成熟啊，你都係得一對手，你都係有一個缺陷嘅地方。就好似當一個爸爸同埋媽媽，佢哋能夠獨立個體咁樣去成長得好成熟嘅時候，佢哋喺呢個家庭入邊就可以產生1+1大於2啦。
我哋喺一個團體或者公司裏邊，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職位，我哋發展得再好，我哋都唔可以代替一個團體咁樣嘅公司。始終人係群體聚居嘅生物，我哋越多人能夠好好地發展自己嘅時候，能夠創造更大嘅力量去走埋一齊。即係兩公婆各自各都好有能力能夠照顧自己嘅時候，先有能力去為對方遮風擋雨。咁就係進入第三個階段，互相依賴期啦。作者表示，縱然佢喺工作上面可能佢係一個好成熟嘅人，已經去到互賴期階段，可以為呢個社會作出貢獻，但係作為一個爸爸，佢都停留咗喺依賴期一段好長嘅時間。佢分享，當佢見到佢嘅小朋友讀到小學嘅時候，連題目都唔識睇，可想而知考試嘅成績一定好差。講到才藝，見到佢打棒球嘅時候，人哋個波都未掟出嚟，佢就揮棒啦，等等嘅呢啲行為都令到佢覺得好羞恥。佢好歹都係一個學霸，讀到博士，仲係大學嘅教授。佢都有研究過一啲正向育兒嘅技巧，同小朋友多啲鼓勵佢，肯定佢。但係呢一啲技巧並冇幫助到佢個小朋友有任何嘅進展，佢覺得好失敗。佢之後同太太討論研究，其實佢哋無論點樣裝飾佢哋講嘅說話，潛台詞都係佢哋覺得小朋友唔夠好，小朋友會感受到呢一份嘅壓力。作者分享，佢又試過喺個女3歲嘅生日會，啱啱放工返嚟，撞啱去拆完禮物，同啲小朋友喺度爭玩具嘅畫面。佢當下第一個感覺係，所有家長一定係睇下佢呢個教授爸爸點樣反應啦。咁佢就即刻勸個女一定要同人哋分享。個女唔肯啦，咁佢就再兇個女，個女都唔肯，佢就搶個女手上面嘅嘢去分俾其他小朋友。佢覺得自己咁樣係一個好教養嘅表現，其實佢係表現緊一個好粗暴嘅表現。佢話佢當時實在太唔成熟，太在意當場嘅其他家長點樣諗自己。其實其他家長都冇出聲，都係自卑心作祟啫嘛。咁我睇呢本30週年嘅版本多咗佢個仔 Sean 嘅分享。咁阿 Sean 呢就話呢，當佢做咗爸爸嘅時候，佢有一個仔叫做 Nathan， 讀初小，佢有好嚴重嘅社交焦慮，唔願意返學，每次返學嘅時候已經讀到小學啦，仲要掹佢啲手指，捉佢上課室。打棒球嘅時候呢，又扮死，即係攤喺地下度唔喐扮死。佢用呢爸爸教佢嗰一招，就遇到紅人嘅時候要扮死個招嚟面對打棒球呢一個活動。咁 Sean 表示，佢都曾經好唔成熟，因為怕其他家長嘅眼光，所以私底下呢就去搣自己個仔嘅手臂，希望呢佢唔好再令爸爸咁尷尬。佢事後亦都好後悔。無論係原著嘅作者 Stephen 定係佢個仔 Sean， 佢哋都學識，其實小朋友成績嘅表現、社交嘅表現唔等於父母嘅價值。家長亦都唔會有3歲定80嘅呢一種焦慮。每一個小朋友嘅發展進度都唔一樣，尊重佢哋，陪伴佢哋。父母要先處理好自己嘅焦慮、自己嘅價值。如果父母在意其他人嘅眼光多過自己嘅小朋友，小朋友可以唔焦慮嗎？ Stephen 同埋阿 Sean 兩代父子嘅經歷都係一樣，處理好自己嘅焦慮之後，放手唔理小朋友，由得小朋友用自己嘅步伐成長嘅時候，佢哋高小開始成績都非常之優異，仲夠膽公開演講。喺書入邊 mention 佢有9個小朋友之中最少有2個都成為咗一個名作家。Stephen 分享，喺育兒嘅路上，每個父母第一個階段都係用個人嘅經驗限制咁樣思考，睇仔女嘅成敗作為父母嘅榮辱。但係第2個階段，父母就應該用多啲時間去修煉自己嘅品格，用新嘅角度去睇小朋友，因為點樣嘅人就會有點樣嘅思維。無論係事業、婚姻定育兒，我哋唔需要暴發戶式嘅成功。人生嘅成長係循序漸進，好似 BB 咁，先學爬，再學跑。要成功，先由承認無知開始。作者分享，佢曾經有個朋友嘅2個女嚟揾佢求助，話佢爸爸對佢哋太嚴苛，咁佢就揾呢一個爸爸嘅朋友傾啦。呢個朋友承認佢自己脾氣暴躁，但唔肯為自己嘅行為負責任，更加唔承認自己嘅修養唔好。作者話，大家都知，其實同人相處最重要就係聆聽，無論對伴侶、仔女、朋友定係同事，能夠尊重咁樣聆聽別人係最重要。
但係呢個係需要相當高修為嘅修養。好嘅聆聽者需要耐心、謙虛、開放，聆聽者需要有成熟嘅人格先至做到。相反，如果一個品格唔成熟嘅人，即使佢學咗好多年聆聽嘅技巧、說話嘅藝術，識得點樣描述對方嘅感受、管理微表情、眼神交流，但係藏唔住就係佢每一次聽人哋講嘢嘅時候，總係會下意識咁樣認為人哋係踩緊自己、攻擊自己、唔尊重自己、挑戰自己嘅權威。帶住呢種唔成熟嘅主觀思維，即使你 apply 乜嘢技巧，都唔會有顯著嘅效果。所以我今集最大嘅得着就係唔好睇仔女嘅成敗作為父母嘅榮辱。好似豆苗媽想講，做父母內心要強大，其他人嘅眼光殺唔死我哋先至能夠客觀咁樣去教育我哋嘅仔女。總括作者今日嘅分享，要成功高效能，就要修煉個人嘅思維、心態、品格，呢啲都比技巧同埋實務重要。要先改變自己嘅思維、品德同埋動機，從內而外。下一集我哋會分享點樣從依賴期去到獨立期，會分享3個習慣，分別係主動積極、以始為終同埋要時第一。如果今日嘅內容帶到任何啟發俾大家，記得留言話我知，或者俾啲心心手指公鼓勵下我。你哋嘅支持係我最大嘅動力。我係莎莎，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